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無論喺咩環境都可以活得咁從容又溫暖？人生就好似海浪，有高有低。當你跌入低谷嘅時候，挫折、失敗、壓力撲面而來，呢個時候善待自己，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力量。我哋成日對自己最苛刻，做錯嘢就怪自己，跌低就否定自己。但係逆境中嘅你，其實最需要嘅係溫柔對待，同自己講冇所謂啦，你已經盡咗力，照顧好自己嘅身心，俾自己休息，亦俾自己再企起身。因為只有當你學識喺風雨中撐住自己，先可以等到雨過天晴嘅一日。而當你終於爬上高峰，處於順境嘅時候，善待別人，先至係真正嘅智慧。真正嘅成功唔在於你有幾多，而在於你可以為人哋帶嚟幾多。可能係一句鼓勵嘅說話，可能係一個小小嘅幫忙。當你願意伸出援手，拉人一把嘅時候，你唔單止照亮咗人哋，亦都升華咗自己。順境中嘅慷慨唔係施捨，而係感恩。多謝曾經幫過你嘅人，亦多謝命運俾你嘅機會。逆境時學識對自己溫柔，順境時記得對世界慷慨。呢個唔單止係處世嘅智慧，更係令生命更有溫度、更有意義嘅秘訣。所以無論你而家處於人生嘅邊個階段，都記住喺低谷時擁抱自己，喺高處時照亮他人。咁樣嘅人生先會行得穩，亦行得遠。